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頭條，我是主播小飛。今天是4月15日。哈薩克斯坦一起重大司法案件震驚國際人權社群。根據自由歐洲電台的深度調查報道，哈薩克法院日前就19名哈薩克族人的案件開庭審理。這批人曾在靠近中國新疆邊境地區舉行抗議，原因是他們的親屬遭北京當局關押於新疆拘禁設施。法院以煽動民族仇恨為由對19人提起訴訟，庭審全程閉門進行，整場審訊不到30分鐘便宣告結束。被告面臨最高10年有期徒刑的嚴峻刑罰。更令外界震驚的是，自由歐洲電台披露了中國駐哈薩克總領事館的密函內容，顯示北京當局曾透過外交渠道向哈薩克官方施壓，要求當局採取法律行動壓制這批抗議民眾。這起案件揭示了北京當局跨國鎮壓的運作模式，透過外交施壓迫使他國政府充當打壓異見的工具。維吾爾人權倡議人士指出，新疆拘禁設施長期以來關押了大批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而北京當局不僅拒絕承認相關拘禁規模，更積極向外國政府施壓，試圖減聲任何試圖為被關押親屬發聲的海外族群。國際人權組織對此強烈譴責，認為哈薩克此舉是向北京當局屈服的表現，嚴重損害當地哈薩克族裔的基本人權，呼籲哈薩克政府立即釋放被告，並拒絕接受任何來自外部勢力的不當司法干預。聯合國人權機制對中國藝術家高薪的案件表達嚴正關切。根據美國之音的報道，聯合國相關工作小組批評北京當局對高薪的定罪程序違反了法律不溯及既往這項基本法治原則。當局以高薪多年前創作的舊作為由將其定罪，而這些作品在創作當時並未觸犯任何現行法律。聯合國呼籲北京當局立即釋放高薪，並停止以刑事手段打壓藝術表達自由。高薪案並非孤例，美國之音的報道指出，自習近平執政以來，藝術家、作家、學者因創作或言論遭到刑事追究的案例急劇增加，顯示北京當局對文化領域管控持續收緊。這起案件再次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法治狀況的深切憂慮，多個人權組織將高薪案視為北京當局系統性壓制創作自由的標誌性案例，要求各民主國家政府在外交場合正式向北京提出抗議，施壓要求釋放這名遭不公正關押的藝術家。在中國與伊朗關係方面，一段由中國官方媒體發布的視頻近日引發廣泛關注，內容是伊朗官員公開感謝中國的聲明，被視為北京當局刻意操作的輿論宣傳。根據大紀元的深度分析，儘管表面上北京當局在美伊衝突中高喊停火斡旋，但包括路透社與《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多家國際媒體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正暗中向伊朗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持，試圖在停火進程中為德黑蘭謀取有利地位。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當局採取邊喊停火邊出手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塑造調停者形象，另一方面持續鞏固與伊朗的戰略紐帶，藉此削弱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今年4月初，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雙方達成為期2週的停火安排，但北京當局的真實角色仍受到外界密切審視。這場外宣操作暴露了北京當局試圖藉伊朗議題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深層盤算，也讓國際社會再次正視中伊兩國政權之間難以切割的利益同盟關係。最後來看一則來自北歐的教育政策動態。根據 New Talk 新聞的報道，瑞典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教育回歸紙本，反其道而行於全球數位化趨勢，明確限制學校對平板電腦與數位設備的依賴。瑞典政府每年編列約新台幣20億元的預算，用於採購實體書籍，要求各年齡層學生重拾紙本閱讀與手寫練習。推動這項政策的背後，是來自醫學與教育研究的警示。多項研究顯示，過度使用3C裝置導致兒童專注力下降、閱讀理解能力退步，以及書寫能力明顯衰退。瑞典教育部官員強調，數位工具固然有其價值，但不應取代基礎的紙本學習與手寫訓練。因為書寫過程對大腦認知發展至關重要。這項政策在歐洲引發熱烈討論，部分國家教育主管機關表示正密切觀察瑞典的施行成效，評估是否跟進調整本國的數位教育政策方向。在全球各國爭相推進教育科技化之際，瑞典的逆向抉擇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參照視角。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